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环保团体全力咧推杀的“真爱草搭公投联署”，最近将做社会焦点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摕到313939份的联署书，供应暗会当达到35万的标准。这个环保团体是来痛骂政府，无召开到正式的听证会，也者是类听证会，嘛来质疑政府暗砍到中油天然气三接工程开发的消息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，相关的消息打来会陆续来公开。作为保护海草搭，袂讲话海草搭点政治通远海花，独派团体和公民团体拢徛出来替海草搭出声。支持保护这个藻礁了，反对重启核四。我们不应该要用人工再来破坏。袂互中油天然气三接工程破坏海草搭的生态，环保团体发动的海草搭公投第2阶段的联署气势真旺。连假期间摕到313939份联署书，各差36061份就到目标。环保团体虽然真欢喜，不过嘛批评经济部讲白贼。曾文生啊，说完全没有类听证这件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来谴责曾文生那个市长他说谎，从头到尾啊，完全都没有正式的沟通。环保团体要求正式沟通，嘛希望透过公开辩论，把问题讲好清楚，片面资讯有问题。很多的资讯我们会让大家更了解状况是怎么回事。就算徛伫无同的立场，经济部和民间团体拢承认沟通真重要。海草搭联署只要到目标，就会伫8月28和重新启动核四电厂、公投北大选的公投、原来伫公投等等的事案做伙举办公投，阁有半年的时间，就看双方敢有诚意，好好坐来沟通。